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台北市内湖的东湖派出所接到报案，有一个男子伫咧公寓的厝内底烧银纸，讲要做法，而且夜开山刀乌白灰，就惊现场来失控，伤到警察，所以警察特别摕盾牌甲春秋的猎捕器赶到场处理。啊，这支会当春秋的猎捕器是台南发生台警察的案件了后，先购买的武器。 有2米长，会当伫咧双方有冲突的时阵，减少对警察的危害。果然，都用这支春秋的猎捕器顺利甲人压制。员警强行破门要掠人，一看到员警冲入来，查甫人的警士真激动，提长尾50公分的开山刀伫空中飞，真惊人。放下！放下！ 着惊会有万一，员警摕盾牌，佮有春秋猎捕器，撇免举刀的查甫人挖紧。你出去啦！放下！你出去啦！你出去！放下！员警掠着司机去压制查甫人，边的老母亲赶紧替后生讲话。会有遮尔侪警方入去民家厝，是因为接到报案，有民众伫厝内烧不明物体。烧东西是不太就亮亮亮那个声音。他说他在做法。 事发地点伫台北市内湖的民家厝，当时姓罗的查甫人讲要替相亲记号，竟然伫厝内烧纸钱。看到警方冲入来，就摕开山刀挑战公权力。加在警方早就有准备盾牌、佮猎捕器，顺利把人压制掠转来。那我们大概也知道啊，这个屋主可能情绪上面也比较激动一点抓捕夹以及盾牌一些防护装备送到现场。这款警用春秋猎捕器是伫台南台警察的案件了后，警方 新增加的设备，这种造型，佮加上会当春秋的设计，上长会当游出2公尺的距离，避免员警直接和嫌犯近距离接触。利用春秋猎捕器游开和嫌犯的距离，嘛可会当保护员警的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